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义奎，分享曙光2礼拜的社会实验簿。要看到么？万一新年人按到我讨论的主题係乜嘅咧 ？This is an apple. This is a pen. 唔係，搞乜嘅東西？你做乜嘅現場會要按到人？彈人要設計，社會要設計，係因為你原來都係來自一隻當橋之前嘅傳說，是用人寫的一本喊做《金國嘅靈歌》，經過了討論的主題是又難搞。阿妹根本也學教嘅健康課，教牙牙條乜解係款態度。哈？原來係生來嘅精子同生母嘅卵子結合強下。同學，加州啲牙面頭前係講到性藥嘅話題，我唔點樣解釋真好麼？就以報聯盟嘅統計，事故有一股嘅家庭，從來冇是同性人嘅討論過性。不過，按到位同學接觸到位性自信，可能比也愛想嘅還較多喎。就衛福部嘅調查，全台灣有42.5%不一般嘅國中生看過色情影片或者刊物。現代科技暗發達，醫生了解性自信嘅方式有眾多，唔單止係也愛幾張研討嘅漫畫、小說，還有網絡也到，也研究嚟談看啊，談論嘅社會係樣嘅講嘅。就今日為大家紹介2禮拜主題性樣辦告，不論係你做熱愛嘅，也係做性上癮，你都每日看安過嘅事情，所以因此請到專家來到節目現場，為大家分享係過一擺來到社會事件部嘅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嘅莊淑琴莊先生，莊老師您好。主持人好，然後各位來賓大家好。今天看到老師來，大家就不用擔心了，好不好？各種艱難的問題，不管孩子怎麼問，我們都有辦法解答。首先，我們要了解小朋友對於性的知識，他們到什麼程度？這些知識怎麼來的？我們做了一個160份的調查，是5到8年級的同學，包括我們部分的小歐。我們來看這個調查的一個初步的結果，這是你們除了課堂、除了教室、書本裡面，究竟從哪裡得到性的資訊？有零零散散，包括偶像劇、電影、卡通、漫畫，其中大家可以發現有3個被我們 highlight。第一個是朋友之間的討論，第二個是40%是從電影裡面來的，然後第3名是偶像劇裡面。首先我簡單問一下，老師你怎麼看待這個結果？這個跟我們一般所理解從青少年或孩子之間看到的是還蠻接近的哈，尤其是跟朋友之間的那個討論，大家都不好意思問老師，然後問家長。但是大家就是會同學之間互相的討論這樣子。既然都是各位回答的嘛，我從新同學來，小珊，你講一個關鍵字，比方說他們會講什麼東西，讓你會把它定義成性的資訊，像做愛啊、那個性動作啊之類的，還有淫教之類的。還有什麼？淫教之類的。淫教。對啊。OK， 現場今天很難得，來了7位非常勇敢的家長，有沒有人願意先分享一下？你會主動跟孩子討論性資訊的？就是在去年的時候，表姐現在是7年級，去年6年級的時候就 MC 來了，然後他有聽到我可能在跟表姐的媽媽聊天，想說這個要怎麼後續要怎麼教，然後他就問我什麼事，我說哦，我們家要有一個小少女了，所以我們要買一份禮物送她。那我很驚訝的是，科科就很淡定的跟我說，哦，就出經嘛，然後就講了一些非常。就是他很淡定的說出一些會有的特徵，以後會怎麼發展。其實我一開始是很錯愕，後來我發現原來就是他都有學到這些正確的知識。我身為一個父親，我也知道這不是一個容易啟齒的，所以我簡單調查一下現場7位家長，跟孩子談性資訊會覺得難啟齒的，請舉手。不是這麼簡單，這件事情對你來講是一個挑戰。只有科科媽媽嗎？其他都覺得不難啟齒。J 爸。我是覺得說，像談論到性器官的問題的話，可能父母本身自己可能會放不開。如果是講到剛剛有類似講到說類似同學間的討論，做愛啦，或者是淫身這一類的，他養淫教哦，淫教，可能
家长的部分应该是讲不出口，这不会啊，你跨出这一步了。所以我鼓起很大的勇气，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OK， 结爸没关系，你鼓起勇气跨出这一步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在这一本书是一个德国的教育学家、性教育学家，他收集了全德国的这个学生跟家长们他们最好奇的101个性与爱的问题，然后我们把这101个问题让我们的小欧来挑选，总共挑出了10个，从第7到第10名，从头。你念一题，你最好奇的。为什么做爱的时候会鬼吼鬼叫？好，延续刚才阿山的淫教问题。好，这是7到10名而已哦哈，家长们，这算是末段的问题哦。开始，下一个是4到6题。最好奇的就是动物有没有可能是同性恋？精彩的来了，前3名，好不好？我们请阿哲。什么是？你说谎，我看得出来哦。什么？你说谎，我看得出来哦。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什么是网絡虛擬性愛 ？OK， 有了，他想當實況主，這有可能哈。是嗎？是網絡虛擬愛。好，呢度10個問題，到底面對小妹呢啲姐，你用辦回答，啱出嚟說字湊湊。各位觀眾，也就係亞洲小學生選出來請上我們的前4個問題。呢度用上我們的問題麼？我就係唔揾用嘅回答啦。越录越热，请问一下 FD 大哥，现场有开冷气吗？我现在都快要兴奋起来了。来，马上进行实际操演。我们请第一组的家长上座，是谁？好，巧克力，请坐。巧克力跟他妈妈来，这10个问题里面，你最好奇的是什么？妈，我问你哦，做爱是什么感觉？做爱啊，我们从它的字面上来看起来，它是在做一个爱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做爱啊，是一个让人家会其实很开心，然后我觉得也会觉得还蛮愉悦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心里面有一点点勉强，你有疑虑，你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觉得很好，他做爱就不是一个开心的感觉。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只要跟你喜欢的人，然后你可以对自己负责，我觉得做爱是一个开心的一件事情。我刚才吃鸡腿便当，我也很开心。然后我那天去扭蛋，扭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也很开心。只用开心这个东西，你能界定它是怎么样的开心吗？一半。一半。妈妈有办法让那另外一半也被解答吗？一点那种比较小女生情怀的那样子的开心。那我觉得在做爱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它带的那个开心程度里面，是会有一些那种心理层面上的不一样的开心。来，2波的回答。现场手上有牌子的，满意巧克力妈妈的解答的，请举圈；不满意的，请举叉。来表态。我们看有10位小欧，目前看到只有1个叉。小亮，巧克力的妈妈讲得很好，但是就感觉有一点保守这样啊。因为怎么说，只有开心，或应该说，就算是只有讲说，就像有一点少女情怀的开心，这样还是很难懂。这就是我们今天庄老师来的重大责任。老师，第一就是他觉得是不是这个妈妈这样的回答算保守？家长这样子的回应算不算是保守？其实真的要依孩子而定。好，不同的年龄，然后不同的情况，那会有不同的回答的方式。在从来没有谈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谈过性的家庭里面，也许家长会觉得这样已经很多了。可是刚刚谈到说做爱是什么感觉的时候，巧克力妈妈很快就把问题放到就是自己有一个解答，就是说就是很愉快的这样子。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通常会先问说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个词的？有时候呢，我们会说做爱，可是有时候又会说是性行为。性行为在不同的情况底下、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进行的时候，感觉都会是很愉快的吗？都会是有爱的吗？都会是舒服的吗？譬如说，如果是第一次的话，
第一次的性行为就一定会是很愉快、老师你一直看着我是很开心的吗？我女儿都6岁了。好，那所以不同的是，有的人回想起第一次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愉快或者是开心，大部分应该是很紧张吧。会很害怕，或者是说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要很细致的分成不同的情况去回答，为什么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自我保护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说是一个让你觉得很害怕的情况，那会是愉快的吗？不会吧？或者是如果是被强迫的时候，那样子的性行为会是叫做爱吗？其实也是不会，所以我都会提醒家长，就是说要开放比较多元的情况，去说出不同的状况，然后一个一个去讨论。可是最重要的是要先问孩子说，这个问题到底是从哪里而来？我有一件事情就一直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对于性要这么害羞呢？我们其实并不都是他这件事情的产物吗？来，比方说我们之前谈食物教育很正常哦。我们谈学校教育很正常，谈到性教育，你看场面那么大，家长哇千挑万选都没有人愿意来。刚刚我看着你的时候，你就会说你干嘛看着我？对，我会害羞。你会怕我问到关于你的问题？我不怕。真的吗？真的。那你第一次来，你们下去，我们来1对1，好不好？好，来，开玩笑，老师。所以爸爸妈妈其实都会很怕说，小孩问的时候就问到说，那你是怎么样？那牵涉到我自己，然后又是很私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很紧张这样子。或是说，我帮大家问，该不该跟孩子讲我们自己的私密那一面？如果有孩子这样问你的时候，除非你愿意讲，你觉得那是可以谈的，不然的话也是可以说，这个是我的隐私，妈妈觉得有一点紧张跟害羞，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现在跟你谈。可是如果觉得我准备好了，而且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分享这个秘密的时候，我们再来谈。不然的话，就是以一般的情况来回答就好。OK， 谢谢老师解答，来也掌声鼓励，谢谢巧克力妈妈跟巧克力。第一题就这么麻了，来，欢迎第2组，来，你的问题是什么？爸，就是我问你哦，就是为什么在做爱的时候会鬼吼鬼叫？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你是学小的样子，都要先称赞一下。小亮刚才也称赞，就像你被蚊子咬到一样啊，蚊子叮咬，对不对？来，那个插牌给我，忍不住了，一句话我就想要举叉。好吧，继续。被蚊子咬到啊，会很痒很痛啊，但是你会忍不住想去抓它，抓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哦，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啊，对不对？来，现场蚊子咬到抓痒很舒服，会鬼吼鬼叫的举手，有吗？其实我觉得爸爸很努力的去做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很好的动机，因为孩子不知道具体的那个做爱或者是什么感觉嘛，所以我们只是那样讲的时候，的确没有办法去让大家知道，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动机，就是想要用一件事情来比喻。现场有没有其他家长可以帮忙他一下，把这个比喻稍微怎么样调整一下，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一个比喻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其实形容得很具体的？那我比较会回答是说，就好像你看到恐怖片的时候，有人会叫，有人不会叫。哎，这样太太可能会生气哦。的那种感觉。恐怖片适合吗，老师？这样好吗？我是不敢这样讲啊。有几个 option 啊，另外一个 option 是有人搔你痒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痒，有时候不会痒；有人会痒，有人不会痒；有人会笑，有人不会笑。这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这个搔痒这个好一点哈。OK， 那恐怖片就大家参考一下。我还想到一个吃冰，吃了冰之后，你们吃冰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好冰哦，蛮好吃的，很舒服。那你会怎么样？不会特别讲。那是喝沙士才会。不会特别讲。那你刚刚是说吃了冰你会怎么样？哦，就会用一种声音，然后来表达你的感觉，这样子。好，所以透过声音，然后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尤其是性行为或者是做爱，又是跟
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很亲密的人，也许有透过声音让对方知道说我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好，是恐怖片呢，还是那个瘙痒的感觉？就是跟对方有一些互动，这样。那的确每一个人状况是不一样的。好，谢谢老师，也谢谢 J 爸跟杰杰。来，下一组家长，从头怎么样？现在看过10个题目了，你想问妈妈哪一个问题？我问你哦，那个为什么小孩子不可以做爱？哦，这一集充满了爱。小孩子哦，你觉得几岁是小孩子？大概是12岁以下吧。你刚满13，对不对？对他不是了。我觉得啊，就是说，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准备好，而且很有可能啊，会对他的身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啊，如果呢，比如说可能万一他会有怀孕的情况啊，或者我觉得好像比较多会担心在女孩子身上，比较少去讨论为什么12岁以前的男生不能做爱吼。啊，如果你现在问我你可不可以做爱，你自己要多问一题，是不是？我觉得做爱的情况底下，应该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自认吗？自认吗？自认，当然可以跟别人去讨论。我很认真的问你，你准备好了吗？还没。好，不用担心哈，不用担心。好，继续，妈妈继续。对，就是那个准备，除了身体的准备好了以后，心理的准备好了吗？还有你有没有考虑到后面啊，如果发生这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去负担那个责任？葱头妈妈的回答，请举牌，满意还是不满意？包括葱头。来，请出示答案。我看到的全部都满意，葱头也满意吗？你对镜头。葱头不敢不满意。葱头不敢，哎呦，威胁的。来，老师关于这一点，就是比方说很多孩子会问，哦，这是大人的专利吗？最简单的一个部分是台湾现在的法律对于几岁是可以合法有性行为，其实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好，如果是跟16岁以下的未成年的孩子发生性关系的话，好，它其实是算是强制性交罪，好，是触犯了刑法的。我觉得提这个部分是要提醒家长说，不是用这个来恐吓跟威胁小孩说，哦，你做爱就犯法哦，所以小孩不能做爱。那我觉得葱头妈妈后面谈的这个部分很好，就是去引导说，什么样叫做负责任，然后你会直接去讲说，因为我们大人担心的是什么，然后你还会说，哎，对，为什么好像都是比较担心女生会怀孕，那男生大家就都不担心吗？阿正妈妈，麦克风给阿正妈妈好不好？我担心他对别人造成伤害，我担心他自己没有准备好，自己造成伤害，但是他不知道，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他很后悔这件事。您提到的就是包括情感面上面，或者是觉得没有准备好，好，那可是我要再加问一题哦，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跟我们说，那我觉得我准备好了，那可以吗？来，麦克风。除了法律之外的，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孩子如果跟我说：“老爸，我准备好要开车了，我可以开吗？”如果是未满18岁没有驾照不行嘛，对不对？对啊，但是他会开啦。我们有看到那个骑特技小孩的车，12岁就能骑机车耍特技，所以问题不在于说，就是刚专家讲的，就在于他的年纪跟他现在的能力，跟家长质疑的，他最后能不能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因素有很多。没有办法从一个问题说，小孩如果这样问，我们该怎么回答？没有只有 yes 跟 no 的答案。我会问他说：“那你自己准备好？那对方准备好了吗？”我尊重孩子，可是不一定对方也是这样，那就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一些案件产生。各位爸爸妈妈有没有发现到讨论到这一题的时候，大家的那个脸色就开始沉重了起来，然后就是开始想说会发生什么问题，然后要负责任，然后孩子们其实会感受到，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家长们，就是整个开始沉重了起来这样子。可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当然我们知道法律在这边，可是事实上台湾发生
所谓的性行为的年轻人，有非常多其实是在16岁之前嘛。对，那所以法律即使他们都知道，可是为什么还是发生了？那我会建议在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不妨把准备好了这件事情更具体的拿出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准备好了，而且不是由大人来设条件，因为大人设条件的时候，已经仿佛那个小孩好像要结婚了，你要够成熟，你要有经济基础，你要怎样怎样，房子要有几栋什么之类的，对，就是那样子。可是能不能更具体的去讲，就是譬如说，你真的知道性行为是怎么一回事吗？好。然后你知不知道，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吧？如果这不是为了生育，不是为了要生小孩，那怎么样？安全性行为你也知道嘛？好，我觉得是比较具体的去讨论这些部分，而不是只是说，哇，这很严重，这很严肃，那孩子就会停在这里，就说啊，那没得谈，我已经知道你的态度了，你就是觉得就是不要发生了这样。可是他们却不会有机会知道说，如果真的是那样发生的时候，到底具体的那个准备好了应该是什么？我觉得那个对话应该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打开会非常好，这样。谢谢老师，来也掌声谢谢聪彤妈妈跟聪彤。各位还有没有好奇想要请教，或是你可以问专家，也可以问其他家长？为什么大人都在跟小孩谈到性的时候，都会认为小孩子不了解这些东西？我又认识一个小1的小孩，然后他的妈妈之前在脸书上 po 一篇文，说他们的作业要造句，造词，然后他就造了一个阴茎，结果他的老师把它改成眼睛，他觉得这个小男孩不可能知道阴茎是什么意思。爸爸妈妈们小时候所受到的所谓的性教育，其实是非常的隐晦的，然后我们自己透过很多方式，不同的方式，然后自己偷偷的学这样子啊。因为有这样子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家长们其实在面对这些议题的时候，有不少情况其实都还蛮紧张的。可是我觉得小欧的问题非常好，就是这会回应到告诉各位家长们，就是其实孩子知道的已经比家长们多很多，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很发达、资讯非常发达的环境。当我们不跟孩子谈的时候，你们就不会去自己想办法知道嘛。可是，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知道的时候，家长却不知道他们知道的内容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好，所以我很谢谢你的提问，因为这让提醒了家长们，就是说，其实孩子知道的有时候比我们多很多，而我们如果没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对话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以上是了解礼拜性样板教的节目内容。你天时条件的爸爸妈妈，你可能这好多几多？你下周礼拜还有前景教育，同大家都关心些，你当就这年的教育现场，都大家性教育要做到乜嘅程度？下周礼拜六下午7点半，记得准时收听。小爱是天图，拜拜。大家好，我是巧克力。大家好，我是科科。今天我们来到彰化园林，要上一堂特别的课。这堂课叫做和孩子谈性教育不害羞。但是要上这堂课的人不止我们哦，还有我们的妈妈。这位是我妈妈，这位是我妈妈。到底这堂课在上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吧。CLS Camp Let's Go。性教育的状况做得很不错的，每次都可以。也喺台灣新片平等教育協會啲國體順備派嘅教學講座，教家長用嘅同聲音嚟嚟做性教育。今日參加嘅做先都係做阿美莎，社會係啲順康健康。實踐關於性教育的部分，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在這個部分，也許可以做到這些。按照媽媽對聲音嚟做性教育家下，有哪啲位想法，我就係唔點用改善嘅時間啦。小2，然後我覺得我應該快要面臨一些性教育方面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先強壯自己的心臟吧。巧克力已經6年級了，我們對性行為這個部分呢，在最近的話題裡面有提到，我到目前為止，我都不知道怎麼解釋這件事。12歲我都不知道怎麼講的，5到8歲我就。先生講，聲音嘅啲量都唔使家下，就應該開始做性教育嘅，做乜嘅要按做呢？
越跟你求助，因为接下来他就是上战场，就是他人生面临这样。不是，我说的不是性行为，我说的战场是面对自己人生身体的变化。青春期，我们的责任是陪伴，然后适时的提供很多的讨论跟价值观的澄清。家长写出自家嘅声音呢，问过有关性嘅问题，再个本健从嘅人的念条话来挑战安样嘅回答。俺的妈妈都那也好嘿。为什么要分好坏？我怎么知道他是爱我的？开始计时了吗？哦，开始。好，我流汗了。哎，你好了吗？你好了吗？还没。要准备3年吗？今天我来上这个有关于性教育的这个课，然后我一开始觉得这个课程会让我觉得很尴尬，但到后来其实就觉得非常的好玩。可是可能说我妈今天有来，她就会在有一些问题就会有一点尴尬。对星期个唔对用嘅讲账号话，可嘅阿妹如何处到为亚嘅问题？但怎么会在里面？那我们会简单跟他讲精子跟卵子，然后呢，爸爸就是把你放到我的肚子里来，跟我的卵子结合，然后你就在这里长大，然后就生下来。怎么放的？那如果问我怎么放的，我会说好，怎么放的这个很有趣，别想逃。从爸爸的身体放的。啊，妈妈，我想要问你，为什么刚刚在上课的时候啊，可能老师有讲到一些女生或男生的私密部位，然后你会觉得尴尬，然后觉得好笑？因为在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呢，没有正式的性教育这样的课，所以我们在提到男生或女生的私密部位的时候，都会感到很害羞。所以就是针对你们这样的提问，我们也会觉得没有办法说出口。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会第一个保护措施要做好嘛。性係人生當重要嘅功課，親自強下嚟學習，簽到雙方都知道康健幼稚園嘅討論方式。俺哋家長將做啲皮蛋生意呢，強下嚟成長。最近最火红的青春水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来放给大家看。其实号称什么大镜片什么的，其实根本就没有啦。为什么看了跟性行为有关的书籍或是影片，就会自己想要做性行为，而且这是健康的影片，我有点不能联想为什么两者会有关系。在上健康教育的时候，老师就说啊，精子碰到卵子就会生小孩之类的。对。然后呢，我就问，那精子怎么跑到卵子那里？然后老师就说，你国中的时候会教到。啊。